后来有关这个大罢免，国民党即卖是咧喐骹步，讲要配合着推动反废死的公投，讲要伫咧全台湾各地来举办着立委问政说明会。因为进前罢免人数的状况无理想，引发着基层强烈的反弹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日甲正南军的代表前总统马英九来同台，要来稳住着国民党的基本盘。我常常开玩笑的说，我是我们国父这个今年最大的粉丝。安尼一日看，坐天庭听演讲的朱立伦，才亲像是马前总统的爸将。毕竟大罢免进行危急，真需要亲南军的心灵支持。党纲党章的精神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国父的精神，互助合作，振兴中华。这就是朱立伦主席所说的"同为中华，义为体制"。要互相相结，两化论述，这边合体，拢写出诚意。若有两位前主席同台加持，朱立伦领军作战，心肝内感觉真定着。在资源不对等的情况之下，我想国民党会团结，会努力这点我们还是要给国民党中央支持。那国民党进一步正式计划推出反废死的公投，卖伫咧各地举办立委问政说明会，迎战大罢免。未来这几个月，我们会透过各地宣讲的方式，我们也觉得应该让全民来表达。毕竟罢免的结果会影响南营党规改选，那上关键的一张骨牌，恐惊就是朱家军的接关期。有听说朱主席说，可能希望您暂时不要上就是绿营的政论节目吗？或者是政治抗战，若爱减一岁啦，人情热切嘛爱加一岁啦。谨慎无什么加讲的接关期，看出南营无本钱通乱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